好嚟睇下姜濤啊嚇，咁好多歌手呢，臨近12月都會開演唱會啦，咁啊姜濤都唔例外嚇，咁佢呢12月啊18至21啊就會開呢，暫時嚟講就18、19、20、21啊，犀利開4場演唱會嘅，咁相信呢會加場添嘅，咁但係以前呢，就係好難買啊啲飛係嘛，咁啲姜糖呢，淨係自己都可以睇晒4日噶啦，咁仲要呢，可能就唔止買一次噶嘛。不停咁買，咁啊盡量咧買到幾多得幾多嘅，咁啊以示咧對偶像嘅支持啊嘛。咁以往都一票難求嘅，但係今次咧竟然佢哋個主辦單位就增添咗個內地嘅售票平台，即係多咗一個渠道咧，就係大陸人喺自己內地咧可以買到嘅喎。咁當然啦，啲粉絲又好擔心啦，因為第一咧就會唔會分薄咗咧，即係多咗人爭食咯，係嘛？咁佢哋自己姜糖都唔夠噶啦。或者香港嘅一啲，無論係粉絲定係樂迷啦，或者咧唔同嘅香港人，咁都係未必咁易買到。咁而家仲要多咗一個大陸嘅通道咁樣買啦，咁可能就分咗1到2成，你都大鑊啦。如果去到3、4成咧，哇！咁我諗呢啲姜糖就會幾唔高興啦。咁已經咧就話嬲到震啊！點解會咁呢？因為佢哋第一就驚分薄啦，第二就話誓要唔俾姜濤呢紅過羅湖。我嚟睇一睇啦嚇。嗱咁過往都供不應求啦，咁而家去到內地都有得買呢，大家就話覺得呢搶飛就難度增加咗啦，甚至係大大地增加。咁有粉絲呢揚言啊，就以脫粉嚟到作無聲抗議。希望令到公司咧知道佢哋訴求犀利啊！呢一次咧，睇下又點樣玩嗱？呢個咧18應該就18、19、20、21啩，佢18至21啊，一連4場啦，係嘛？姜濤嘅 live 啊，2025啊，咁啊公開海報咧購拍嗰個購買細節咧，就首先官方歌迷會可以優先認購嘅，咁但係今次咧就增設咗個內地售票平台。相信係打算咧有利於內地一啲姜糖咧方便搶飛嘅，亦都咧希望借呢一次咧幫姜濤咧就紅過羅湖。咁但係咧啲姜糖就唔咁睇，就網絡上咧怒敲就指責公司咧做得唔好，做 title sponsor 紅過羅湖，姜咧應該揀咗過羅湖橋。咁樣有啲人話，咁但係呢啲粉絲就唔想去紅過羅湖啊，咁啲姜糖呢大為不滿，就話呢不滿公司拎佢哋個姜濤去到試水溫咁呢想挑戰下 MIRROR 呢可唔可以進軍到內地喎？咁靠呢一鋪，咁大家就唔希望呢揾佢哋嘅阿姜去到做呢樣嘢啦點解你唔揾第二個呢？唔揾隔離嗰個呢？唔揾另一個呢？要揾我哋個阿姜呢大家就唔想嘅，亦都咧驚到時呢嗰個現場嘅氣氛呢會唔同咗啦，係嘛？我只係咁講啦，應該會唔同咗噶嘛。咁以前即係都係雖然冇可能全部識晒啦，咁但係大家呢都係來自同一個即係支持噶嘛。咁而家呢會唔會有啲唔同咗呢？咁啊擔心噶大家就咁，所以令到呢唔少鏡粉怒敲噶。怒斥呢今次如果最後有團 job 係內地進行呢，我哋絕對會脫粉，即係直情佢哋又冇話唔俾嘅，係嘛？但係如果呢個 MIRROR 將來會喺大陸接到 job 呢，啲鏡粉就話我哋絕對會脫粉，哇！咁樣一個角力價就開咗啦。啲鏡粉或者姜粉如果將來接到啲內地 job 呢，佢哋會脫粉嘅喎。咁呢揚言要保護 MIRROR 以至姜濤呢努力地留喺香港發展㗎，犀利呢個。咁若內地有姜糖呢要嚟睇姜濤嘅話呢，就應該跟隨香港嘅平台一齊搶嘅。咁呢個又公道嘅，我覺得就。點解又要特別即係開一個購票通道special for 內地嘅姜糖呢？咁要搶咪一齊喺同一個平台搶咯，係嘛？咁以前都係噶啦，
但係以前呢，咁佢哋咪知難而退，咪唔搶咯。你哋搶晒佢啦，咁難搶唔搶啦？咁而家如果多咗大陸嘅渠道呢，佢哋易搶咗呢，可能真係搶到好多嘅，咁大鑊啦。咁最怕呢，到時嗰啲炒飛呢，又會係即係更加泛濫咯。如果大陸啊，咁大陸嗰啲黃牛黨咪炒咯。到時呢，大家亦都驚會出現啲高仿嘅假飛咯。咁啊，危害到啲大陸同胞就唔好啦。啲大陸同胞唔知訂咁買咗假飛係嘛？咁所以呢，會有好多啲變數。咁但係始終呢，你喺公司嘅層面呢，佢都要變一變嘅。始終都要揾一次機會試一試水溫嘅。但係原來呢，你輕輕校一校水都未試啱個水溫啊，都未正式開水喉嘅，想試啫係嘛？已經原來個反應咁熱烈㗎啦，即係個爭議咁大。歌唱嘅門票呢，尚未公開發售就已經呢出現咁大嘅爭議啦嚇。咁呢個呢，我諗公司都未必諗到。咁但係姜濤呢，一於少理，繼續就我行我素，全程呢投入個演唱會嘅準備。咁當然啦，姜濤自己一定係要去投入㗎。係咪嗱？今次呢，嗰個門票就1180亞博嘅都係嚇。咁啊，980同埋690㗎，哇！咁都貴㗎。其實姜濤喎，大佬。不過1180都算係咁啦，有啲試過都1280，有啲1380添。咁喺亞博啊，就下午8時即係夜晚啊，夜晚8點15分啊，話就一連4場喎，18至21就啱啱呢個靚位就4、5、6日喎，係嘛？週4至週6。咁啊，到時睇一睇啦。嗱，佢嗰度有資料寫就話一連4場，咁但係咧就呢度點解係週4至週6咧？咪4、5、6嘅啫。啊，佢總之入邊有啲資料都有啲出入㗎。咁啊，姜糖自己知㗎啦。咁如果你哋路過想買咧，自行再去 check 清楚先啦嚇。咁我呢度咧都係一個轉述報導嚟嘅啫。哇，就咁樣喎，不能紅不過羅湖就唔係啊。不准紅過羅湖喎，而家就係咁。啲姜糖係咪真係咁呢？咁我諗有少部分啦，係嘛？定係大多數都咁樣呢？就呢個都要睇一睇喎嚇。咁啊，去左邊嗰幅相呢，就話 Hello， 大家好，我係姜濤啊咁樣咯。咁如果呢一次係第一次呢，咁可能明年啦，2026啦，陸續啊，佢哋啲仔啊隨時就會再開演唱會嘅時候呢，你會見到可能陸續啊增加呢嗰個內地售票平台㗎啦嚇。咁以至其他歌手呢，會唔會都效法呢樣嘢呢？咁大家就係研究緊㗎。咁其中就如果個團啊喺內地接到 job 呢，佢哋揚言係會以脫粉呢作為抗議嘅喎。哇，鬧到咁熱烈喎！咁但大家又點睇啦嚇？咁啊可以歡迎咧發表你意見喎。咁啊下邊留隻字研究下啦。咁啊記得咧撳個訂閱支持喎。